来看花莲的水尾温泉，有一间真出名的温泉饭店，最近和民众投诉讲哦，伫咧浸温泉的时，脚风挂着伤。业者是表示讲，因为水尾温泉的水质有矿物质哦，故拢会沉底。虽然普通时啊拢会清，嘛有送尾啊和民众清，也毋过哦，嘛是发生意外。 天气冷，真侪人拢会去浸温泉，但是伫咧花莲水水温泉区，所有民众伫咧温泉池内，脚底互温泉的结晶刮着伤，因为第一时间业者的处置，互受伤的人真不满，去网络爆料提醒大家注意。你感觉这样安全吗？可以啊，我们没问题啊。因为之前前几天有小孩子跌倒啊，对，割伤。小孩子应该也是大人要稍微照看一下嘛。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3，一群20外个人的团体去随一间有名的温泉会馆浸温泉。虽然讲业者有发尾仔给因，但是不过10分钟就破去，造成7个囡仔、2个大人脚底拢挂着伤。像这种碳酸钙这个外表这种结晶，那因为这个结晶在这个全质的表面会成为小小的晶体。其实我们都有定期的清消哈，但是不免哦，因为这个结晶的速度很快，因为角质可能因为松软变薄，那也容易受这个晶体的磨损。业者强调讲，除了有发尾仔给因，避免脚底受伤，嘛有大量过失，讲伫底内卖走含跳，但这回应互伤者不满，关府消保官和观光旅游处嘛来关心。那碳酸盐泉呢，它会产生这个温泉花这样的一个结晶哈，所以游客要特别的来注意啊，请我们的温泉业者啊加强做一般的这个清理的动作。如果消费者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沟通协处，获得一个圆满的这个回复。 那可以按照消费者保护法来向我们地方政府的消保官、消费者服务中心申诉。其他温泉业者私底下讲，水水温泉的矿物质含量是真悬，就算已经真侪站去过滤，嘛是无法度阻止结晶。加上穿尾仔浸温泉，其实脚底皮肤变软了后，嘛是较会着伤。建议大家浸温泉时间嘛是莫伤久较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